lupa sepak kenawai. 关于四弦琴的文史记录甚少，是属于太鲁阁族比较近代的乐器，推测应该是受其他外来族群影响所衍生出来的乐器。四弦琴的功用主要是传情及娱乐，在过去传统保守的社会，年轻男女无法直接说出自己的心意，所以透过音乐表达出思慕情意，平时亦可作为休闲娱乐乐器使用。在台湾原住民族中，除了太鲁阁族，布农族也有使用四弦琴、五弦琴的文史记录。